因爸爸妈妈嘛无发现，阿贤一个人就无说伊甲因爸爸妈妈来分开啊哦。咱继续看发生什么代志。哦，接落来就有一个阿伯来爬山的阿伯，伊就伫路边看到阿贤贤，阿伯要安怎？伫山顶看到贤，要安怎？你甲掠过来，安尼敢会使？甲伊掠通去饲吗？要甲帮助，甲斗相共？毋是，阿伯嘛无法度啊。要毋过煞来，阿伯甲伊带去倒位？带去因阿母因兜哦，伊嘛想要帮伊斗找阿母对无？阿伯吼刷落来就甲阿贤带去动物园。动物园在座敢有去过动物园诶？有，拢有去过吼。动物园内底有足侪无同款诶动物咯。所以即个阿伯啊，伊就足好心诶，甲阿贤贤送去动物园。嘿，欢迎，拢会使坐，拢会使坐。够水。我坐来去哈。坐来，来向我。你好，搞早。来哦。倒回来。咱即马带阿贤贤来到动物园啊，在座有去过动物园的，敢会当帮我举手？有吼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敢有去过动物园？有吼。所以你看动物园内底有啥？蛤、甲木头吼，所以伊就是感觉，真伤心，因为伊即马就是爱去用关咧啊，伫人仔内对无？无自由，逐工头壳夹起来，就是共款的一片天，拢无其他的变化。所以有一天阿贤贤就甲乌龟讲，我甲伊讲，我足想我的爸爸妈妈呢。乌龟就讲，我知啦，因为吼，你较早是甲恁爸爸妈妈住做伙啊，逐工拢伫厝内安尼走来走去，想要去佗就去佗，所以你即马来到遮，可能较袂惯势啦。我知影你足想伊呢，对无？好，咱继续来看哦。哇，阿贤的表情变成什么？足欢喜的，足坚定的吼。伊就讲，我知啊，有一天吼，我就想要离开家，我想要紧来离开家，赶去厝内来找我的爸爸妈妈，赶去厝内来找迄片足自由的迄个土地安尼。所以我听了喘一个，顶甲安道讲，莫啦，咱莫逃走啦，想怎莫逃走？因为我感觉讲住伫遮足好啊，三顿的时阵拢有人送饭来互咱食，对无？哎呀，伊巴肚伊就毋免惊巴肚枵，嘛毋免惊讲无所在住，遮个真舒适啊，敢毋是？四界走庄，我嘛最想要甲爸爸妈妈斗阵去散步的哦。所以因较早的生活是安那，因会当去，掠尾牙，会当去找芳蜜对无？佮会当听溪水咧唱歌，也是去溪边耍水，是真趣味、真自在的哦。过来，发生啥事？虽然欣赏阿贤贤所讲的迄片自由自在的树林，毋过伊嘛是足惊改变即摆的生活的呢。安尼变啊？咱来看讲啥？伊讲听起来你住的迄个树林，感觉真好耍呢。但是咱若是逃走出去，我惊讲咱伫外口巴肚枵，就无人送饭互咱食啊。好，刷落来咧，咱要来耍一个足简单的活动，来请大家站起来。站起来，好。来，这个活动，后拄咱先看到阿贤贤伊要离开动物园，遇到足侪无共款的障碍，对无？伊一开始甲因爸爸妈妈呢无说伊放进去啦，拄着交了一个好朋友，刷落来咧，叫离开动物园，安尼过关过街过去山的另外一边，放进去因兜厝内来，对无？所以咱即摆要耍的，请大家看遐。足配合的哦，讲。干咯，耶！因搁要行倒转来哦，来，搁行倒转来。足搞啊，这个呢。对呀。来，开始。来，看嘞。
行，过来，妹妹加油！来，足好的哦，来来行，哦，甲爸爸共脚哦，吼，好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哦？来来来，哦，这堆，这啥货？这堆。哦，两个四个。嘿，这堆啥货？哈吼。要调你嘛，我同。对啊。哦，这来。